来乡亲啊，把咱的镜头刷到台中，这个石冈啊区农会，这个月11月份推出着农游的行程，每一个拜五甲拜六，会当对着在地果农去挽水果，嘛会当来了解着果树相关的知识。 掺玉米粉、太白粉和番薯粉伫咧地下内底，倒滚水，刷来过来解烂，会蒸做规圆的米粉。过来当头戏就是包鸭，这就是传统的客家料理水煎饺。珍惜这样的一个食物哦，包括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安全啊，它怎么去耕种这些等等的，这个在教育上是对我们下一代的一个，毕竟是一个好事。石冈区农会伫咧11月份推出挽果子的体验行程，对农业脚步了解果子法律相关知识，同时动手家己做客家料理，互民众有通吃，够通料。我们希望是透过他可以亲手摘，然后剥来吃，然后知道它的整个这个柑橘呢，它种的流程。透过大自然体验式的旅游方式，互民众更熟悉农村客家风情。